真好奇的阿嬷要来甲大家请安问好，大家好。今日要来消解欢喜学台语第18篇57，伫个古早台湾民俗节日一直流传到现在。建国的时代，楚国有一个爱国情操的屈原大师，伊是一个诗人。伊的精神充满着对国家、对百姓的忠义、有忠有义的精神。但是，伊对楚国的君王袂当接受伊讲的话，伊会使讲充满着愤慨甲痛心。一个无奈、无法度透家的心情来到汨罗江自杀，百姓听到赶紧的要去救伊的尸体，结果失望转来，济的百姓就安尼用米饭包伫帐叶啊，坐着飞龙船，也咧海底，要互鱼虾会当食着这物件，袂去夹着屈原的尸体。所以，迄天的日子就是5月初5日，就是白肉粽的由来，甲坐飞龙船的由来，的典故。我即马要来用5月节白肉粽的念歌诗，心色心色，趣味趣味来分享。5月节白肉粽真够工，阿母粽叶仔一下一下洗清气，阿嬷白的肉粽上介芳，也爱浸米伫水缸内，先炒葱豆芳。土豆撒好放伫边，香菇、萝卜、土豆腐芳讲讲，开始竹叶仔、苞米料理放做伙，一粒包好，连开罐，吊起来，用大鼎、大炉灶撒甲闻着五味芳。接落来介绍一寡民俗的谚语。第一条，无食5月节粽，破喉毋愿啖。第二条，古早有古井水，叫做五溪水。五溪水啉一喙，较好补药食3喙。第三条，拜神明公妈的时，厅边爱插青。芙蓉、外草、行草、辟邪，身体会健康。第4条，食菜豆食甲老老老。第5条，食桥会笑着。第6条，食富趁钱会大富。第7条，中昼12点会使耍徛卵。多谢，再会哦。